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9月1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国民党内有31个头人伫报纸徛名刊广告，望郭台铭就团结。不过郭台铭嘛经过发言人宣布讲，即时退出国民党。所罗门氏总理讲，台湾对阮是全无用途咯，拍算甲咱断交死狗一狗。总是蔡英文总统讲，外交部还阁拍拼来挽回。互安永因告归港者身体机能较不便的人士，搁来卫生福利部的增加补助。早起，郭台铭经过伊的发言人宣布讲，自此当阵就要退出国民党。伊嘛讲有看到国民党内遐侪头人伫报纸刊迄篇，望伊过某人就爱团结的广告。毋过，伊是咧想讲，徛名遮的人，真侪拢嘛是喙食糟臭的米，心肝伫咧挖流鼻。正经为国民党的到底有几个？何况讲党内遐中常委，有的是老爸做甲放互囝，六权的拢嘛固定人。这款党实在无啥通好搁再流乱咯。即日起，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郭台铭今日咧中秋进前宣布正式退出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头人12日伫报纸刊一份联署声明，讲爱大家团结拍拼救中华民国，希望韩国如甲郭台铭合作，进一步退一步、让一步，还佫有下一步，用4步来求合作。新北市长朱立伦嘛伫当面册铺文讲，希望讲一家伙会当伫中秋放下自我，家和万事兴。毋过想袂到头人佫安怎叫嘛叫袂回郭台铭想要离开的心。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我们都会有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那不管如何，是蓝绿对决，或者是未来三卡都或者4卡都，我相信我们朝向胜选的心不会改变。2020大选郭台铭就伫要选啊，总统的联署伫13到17来受理申请，中选会18公布被联署人的名单，还有联署的计划。有关于各项联署文件啊，这个都是法定的表格文件，都必须要严格的来遵守。中选会表示，有45天联署的时间，呼吁要竞选的人拢爱遵守法令的规定，来一场公平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4点，郭台铭发言人蔡信如就要去东部遐办手续。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伊针对郭台铭退党，只有讲这个时阵团结比较什么都搁较要紧。我们一直再三呼吁团结、团结再团结，尤其是蓝军的，以及无法再忍受民进党执政的这些所有的国人同胞团结起来，当然也包括郭台铭董事长。所以我要再一次呼吁。此时此刻的团结，顾全大局，大出着眼，发挥大爱，比什么都重要。那我这样再一次的表述我对郭台铭董事长这个所谓他今天这些政治动作，如果要退党的时候，我提出一次内心的呼吁。针对郭台铭的退党声明，国民党中央表示遗憾。科技会主委魏平正讲，退党有一定的定数，而且地方党部向郭台铭本人进一步了解，也毋是讲伊讲要退党，国民党就完全无伊的步。台北市长郭文哲头拄仔嘛回应讲，若是以台湾较长的历史来甲看，有一个机会会当跳出哪甲力的对立，嘛是无歹。今仔日有澳洲的报纸刊讲，咱的邦交国所罗门氏的总理已经打一句。台湾对阮是全无用途，拍算甲咱断交，定就是死狗一狗了。蔡英文总统今日是讲，中国开始步步进逼，要所罗门甲咱暂停往来，总是外交部这方面，还搁伫咧拍拼挽回。总统蔡英文早起来投下一间科技产业公司，受到热烈的欢迎。不过，因为澳洲媒体报道，所国总理用台湾对所国无啥物内容来形容大所的关系，佮暗示中国会当甲澳洲来对抗是更较好的外交朋友，引起大家关心。对这个代志，蔡英文强调讲，伫咧中国的压迫之下面对挑战，目前还搁咧拍拼当中。在中国这样步步进逼之下，我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当中那这几年来，我们跟所罗门群岛有很多方面的合作那这些合作方案也带给了所罗门群岛的人民很多的这个
照顾啊。针对台塑邦交可能有变化，美国国防部官员出席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活动的时阵，嘛表示讲真烦恼，强调讲这是予人关心的议题，还原出北京的企图心一直在增加，要透过剥夺台湾的邦交国来威胁台湾。Taiwan being able to maintain diplomatic partners, I think,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aiwan's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its own, contribute to the broader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By having thes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所罗门绝大多数的民众以及政治人物都能够认同跟维持台湾邦谊，才是最符合所罗门国家以及区域各国的一个长期的利益。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蔡总统今年在期待台湾访问的苏国外长马内涅，而且苏国访问团会伫台湾留到9月12日。针对苏国总理放出要到台湾断交的消息，外交部表示已经通知马内涅，而且交换意见。若是外交部处长齐书谦会照原本预定的行程，后礼拜来去访问所罗门，而且尽量甲苏国政要来沟通，替台苏关系去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大代志，现主是台湾有真侪身体机能已经有较不便。也是讲智能有较退化的人士，是互安养院顾规工的，计共拍算有超过8万人。一月日，因厝邻干那这条开销，就要3万至5万。为着互这个家属担头较轻的，卫生福利部今日宣布讲，过来实施一款制度，逐月日拢会倒出几千块啊，会直接拨入去互这个负责咧顾的机关。拍算安尼先有法度助赚着4万几个家庭才是。厝里若是有当都失灵失智的老大人，未少人会考虑送去养护，或者是互你自家等大面式的机构照护。大个月平均来开3万至5万，为着要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卫福部宣布机构照护补助措施，会以定额补助的方式，大个月补贴过6000块，直接挂予机构。有果全台湾有4万多人受惠。过去居家社区的一些相关的资源是比较不够的。那我们又鼓励在地老化，那希望长辈都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这个来安老嘛。卫福部表示，目前只敢针对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符合安大资格等失灵失智者，有补助大面式的机构费用。拜拄3大类补助对象，有原有4万外大面式的机构居民无法度得到补助。新制度上路了后，会当补强不足的部分。对这点，民间团体是建议符合机构补助者，未来有缘会当中予青年身心障碍补助。若无家属真有可能为着2项选一项，怎啊手伫咧处理家己照顾。颠倒增加更加侪长照的比较。被迫留在家里去接受这个短期照顾的时候，而这个短期照顾又不能完全解决家属的负担的时候，那家属的压力会往上一直剧增。根据统计，全国现有大面式的机构总共有115000个床位，目前已经用85000外床。卫福部强调，长照2.0升级版有2大重点，就是离厝里较近，以及会当负担得起。若是可行性的部分，已经有10外间步入病院丢失大面式机构。另外，偏乡嘛会兴建88位大面式的养护机构，希望会当提升老大人照顾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平常咧买卖厝过户的时，拢爱去买印花税票来打。这条印花税拢是纳入地方政府的公库。敢若去年1年当台湾印花税收入到122亿，总是行政院早起宣布讲，因为时势变迁，过来要废止印花税法，后摆无要搁扣这条税金咯。别日咱若因为安尼，地方政府税金有较减收的空隙，中央讲拢会补较够。短期之内由中央主计总处来筹措财源补助，那么到后年以后，就是110年以后呢，就是由我们财政部赋税署编列预算补助哈。那么如果更长远的规划来看的话啊，就是说这边也提到未来会纳入财政收支划分法，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源分配做一个统筹的通盘的。这个处理好。印花税法实施到今已经有85档，财政部说明讲，因为这条税目前引起未少争端，为着要配合时势变化，才会决定废止印花税，嘛会将这条法案列作优先送去立法院审查，那紧接明年就当取消了。每一年劳工的基本工资敢有要起，拢是由劳动部大省送去审议委员会，经过委员会过，搁来送到行政院落去判断，才有法度定案。
目前有一本最佳公资法的草案，由劳动部计划好势送去行政院排要审查。这内底有2条条文，有甲约束到行政院的权限。劳动部柯明春部长就讲，但迄2条已经去互行政院台线上，不过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万益说讲，若讲这实在是无影。基本当初这4档确定煞调起，但是伫咧过去比政府和马政府时代拢捌停起过。总统蔡英文2016年的选举政见之一，就是要订立上架公资法，予以稳定健全的制度，而且为着避免行政院干预，主动调起。草案第14条规定，行政院收到审议结果，要伫咧20天内核定。若是头一届唔愿意核定，审议会搁再2度开会，但是搁再送入去行政院的版本，行政院就袂当搁退回，即马煞出现变数。他现在就是有把那个20天的部分删掉。我送去的时候，他20天要核定，这个部分是建议草案前几天已经送入去行政院审议当中，劳动部长柯明春在伊证实，行政院建议20天的限制要删掉。草案说明栏内面，行政院对2次审议结果不得退回的字嘛要提掉。劳团表示，若是草案上尾有影删除这2项条款，行政院应该负政治责任。我在陈冲院长任内有退回跟搁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也希望说行政院应该予以斟酌。如果说行政院他认为说退回这个事情是他们的权利的话，那我相信他们未来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回顾2011年，政督委会主委王祖贤，就是因为基本工资案送入去行政院，和行政院前院长陈冲裁定原起转清洗落台。2007年，政督委会主委李应元的审议案，嘛和迄当阵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退回过。劳团烦恼讲，若是上架工资法草案的2条条看拢删除，同款的争议又原有机会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众志这党的秘书长黄之锋，即阵人当伫咧德国访问，望要支持反送中的运动，争取搁较侪国际的关心。伊甚至嘛有甲德国的外交部长握着手讲着话。中国驻德国的大使姓吴，名叫做吴坤，伊针对这款举动是看甲真袂做得，偏讲德国政府若安尼伫咧接黄之锋，定着真会损害2国中间的交情。甚至吴坤搁大讲。德国政府关心香港，根本就是为着政治利益，伫咧遐查天花刀。手合影互动不断，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初九暗伫柏林联邦议会一场参会当中，和德国外长马斯见面。毋但安尼，搁得到德国重要的官员、议员甲当地媒体收听，伫德国政界引起真侪关心。Germany should immediately suspend the sale and export of riot weapons to Hong Kong police. Germany should also suspend trade negotiation with China and Hong Kong until human rights issue is put on the agenda. 甚至讲到连德国总理梅克尔伫咧德国议会顶悬发言，嘛再度强调支持香港维护人权。发言过程当中，嘛和不少国会议员拍普啊表示支持。Auch wieder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Einhaltung der Menschenrechte für uns unabdingbar ist. Das gilt insgesamt. Und das gilt auch im Blick auf die Situation in Hongkong. 不过，这个动作煞引起中国政府抗议。中国驻德国大使吴坤搁特别召开记者会，对德国政府强烈表达中国方面的立场，甚至讲强调已经损害中德双边的关系。中德关系将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影响。我不知道这部分政客对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表达关切，是真的关心香港，还是在煽风点火，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中国政府将黄之锋讲，这是香港分裂分子，去德国是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不过黄之锋表示，头一届来到德国柏林，就当见到德国外长，已经互伊真意外。虽然德国总理梅克尔无甲接见，但是得到的支持已经比自本所预期的较济。刷队会飞去美国纽约接受媒体采访，搁要去华府争取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10，香港有真侪人民伫咧新城市广场即搭遮汇集，大声唱出为着即边反送中运动创作的新歌《愿阳光归香港》，就是望要向全世界表示坚定追求5项诉求的决心。
昨暗一世界拢有即款较软性的运动咧举办，过程嘛算平静，算顺遂。新城市广场拢是人拍开手机电话，唱香港民众创作的歌《我愿阳光回香港》。甲过去反送中行动定发生起的抗争无同，昨夜暗时，香港人用温柔的方式，用歌声要求政府回应5大诉求。各地活动拢算是和平，暗过也是有些冲突。手抱一个走音的查甫人，用手机翕当地商场唱歌的香港人，因化不管，都发生冲突，造成这查甫人受伤。落尾是警察到现场保护伊离开。按那当地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摆会议，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出席，嘛发言谴责这段时间香港示威的暴力行为。In the 95 days since June 9th, Hong Kong people have been plagued with 130 protests, in which over 110 ended in unprovoked violence and unlawful acts, driving hundreds of small businesses to close down and many workers jobless. Ordinary citizens are the hardest hit victims. 伊个讲到有学生为学校或者是网络向鼓励参加罢课，万分警察甲反政府观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人甲网络红人，那发动罢课学生会设定13中秋进程，要求港府回应诉求，无因无摆度抗争行动会搁再增强。迄暗有民众嘛计划伫西山大家手牵手，国民党已经申请15，要搁再发动大游行，呼吁拥护派抗争者甲和平理性非暴力派斗阵上街头。到时阵示威能量是不是会搁再提升，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咱台湾的民间团体嘛，拢真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早起这个团体宣布讲，因要发动9月29台湾香港大游行，呼吁香港政府就要赶紧回答5项诉求。另外，因嘛要求台湾政府就要彻底拒绝一个中国的和平协议，佮要赶紧立法提供香港甲澳门遐因为政治耍来落难的人民较侪保护咧。5大诉求缺一不可，5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吁香港政府要赶紧回应5大诉求。台湾的公民团体一个声援香港反送中，宣布9月29会伫立法院外口发起台港大游行，挺香港反极权的行动。集权国家所在侵害的人权，已经不仅仅是香港人，甚至包含台湾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929全台民众都应该要站出来，来告诉集权政府，告诉他们我们反对1国2制，也反对1中的和平协议。公民团体指出，香港政府答应退回逃犯条例，毋过民间同款是坚持5大诉求欠一不可。原因就伫咧香港人民无法度利用选举来影响政府的政权，因为立法会敢若一半席次是经过普选来的，所以只有经过抗争的行动，才会当来保护因的自由。动议是否需要议员投票也尚有争议。如果需要，目前占多数的亲中建制派也有可能背革那个动议。反送中3个字已经不能再充分定义运动的本质。在经历过那么多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之后，如今我们更加认清5大诉求缺一不可。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集权统治。台湾、香港不仅首当其冲，也都是中国伸索主权的对象。我们必须挺身而出，称香港反集权。除了呼吁香港政府要量早回应民间5大诉求，而且保障进前启用列起来限制出入境的香港学生会当过来台湾读册以外，公民团体嘛提起台湾政府拒绝1中和平的协议，搁要加速制定港澳政治难民的保护措施。在初日发起挺香港的行动了后，4天以来已经有超过100团体联署声援。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美国和中国双方面打算会伫咧10月初继续搁一回合新的贸易谈判。现时双方拢有表示好意。中国是禁16项美国销对因遐去的产品，讲这个海关的关税暂时免去。美国这边是将资本化工10月初关税要起30%的日子后，按到10月15。虽然双方面立场真有争差，不过人讲万无无万少，
听到有意开始要和解，全世界的股票嘛拢对咧抢一困起来。根据华电引述美中两国的官方资料，中国所禁止16项产品以动物饲料、汽车污油为主，另外也有治疗癌症的药啊。 A lot of the items in that list of 16 product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lubricants. These are Americans, very competitive products. We actually import a lot of these lubricants from the U.S. market. So I think this list, represents China's very sincere wish to trying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both American companies, exporters, as well as Chinese companies importing them. That's a very good sign for Chinese importers as well as American exporters. 虽然这16项伫咧中国调关美国进口关税产品清单5000多项内面，只敢占正少部分。不过各方的分析师拢认为，美中快速和解一步，对市场永远拢是好消息。We're in a pretty good spot economically and globally, and so really the trade war resolution, just any resolution, will drive these markets at least 10% higher. 另外，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也讲，对双方暂缓部分进出口产品调关关税，美国政府是乐观其成。路透社引述川普的发言讲，美国是应中国副总理兼首席谈判代表老贺要求，希望伫10月出现，北京伫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国庆进程，迈过调关关税新动作，这也是留予中国淡薄面子。不过事实上，若无讲这款暂缓措施。 除了中国伫咧16项以外，5000多项美国产品是照常调关关税。美国所暂缓的也只是原定的10月出现生效关税税率调关降税30%的措施，调关进程税率就已经是25%。就伫10月15期限届满了会如何，就要看10月的正式会谈结论。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要针对中美洲墨西哥迄边来移民实施更较严的政策。8日这款移民都要大先经过别国庇护，才会当入去到美国国内。这条有史以来塑了上界案的移民政策，9月11日也已经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批准了。 美国最高法院在批准川普政府专门实施新的庇护规定，会减少移民伫美国甲墨西哥边界申请庇护，是要寻求庇护移民，爱先伫第三国寻求庇护，将经过第三国来到美国。虽然下级法院拍算阻止新政策实施，提出措施用各地审理，不过最高法院已经批准，这项认为是史上上严的移民限制。 伫其他挑战新的规定合法的诉讼进行时阵，这个规定会当先实施。美国总统川普先后用推特发文表示，美国最高法院伫限制边境移民赢了。另外一个发文讲，家己才拄甲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讲电话，讲到南方边境安全甲其他寡侪共同利益。南方边境会变甲更较稳固。虽然民主党无同意对南方移民采取任何行动。 目前移民法院已经累积436000份庇护申请。副检察总长埃尔法兰西斯科认为，承认会当看出向这是上需要庇护移民。五角大厦七日表示，为了对付非法移民，明年会继续伫美国南部边境部署5500个军力，并宣布以赚36亿美金起高墙。川普答应这笔钱会由墨西哥出钱。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南投水里乡上安村。 甲信义乡明德村交界这条宝架南溪，这2日啊都也无风无摇，顶游迄头煞向山崩，规片土沙顺溪水冲落来，互人看得心惊胆吓。这当阵水里乡公所已经有派人将土石清土角，路面嘛有复原。不过四周围的民众嘛是真烦恼，讲当别日啊，敢会搁崩呢？ 位于面顶会使清楚看到山坡地是安尼看现现，南投水里乡上安村甲信义乡的明德村交界宝架南溪水头的林地，前几工啊，伫咧无风无雨的情况之下，熊熊崩山，居民想起迄当时的情景，心肝头也是真惊吓。昨日开始就直落来，涨落来上低。所以这是一个足久以前就已经有的迄个崩山的情形啊啦。 之前是小可尔。之前是小可，这摆是较严重，啊面顶啊，佫足济啊未落来咧。当然，即摆目前这个土石流有看到已经落来的部分已经影响到上安村这民宅，
尤其是咱这条道路吼，是30架，吼，信义乡这民众真重要的出入的所在。崩山的山坡地挖进河道，下骹有山泉水一直冲出来。若是连续降雨，山坡地的含水量会伤过悬，准讲发生土石流，信义乡居民唯一的出入口30架道路就会断去。现在烦恼啊，即马落来的时阵，咱阮要出入的路拢会着，吼，包括讲阮伫遮做田园吼，拢会受损着。县府表示，即阵已经升到河道变好势，确保会使顺利排水。也有相关人员伫咧现场调查崩山的规模甲原因，准讲整地的规模伤过大，县府会请水保局拨经费来到整理山坡地，确免崩山的情形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中秋，即摆大家烧蒸咧烘肉、蛤蟆、蚵仔，阁有白虾，原来当有销。毋过这3项水产真重要的产地家己关家，有饲蛤蟆的渔民发觉讲天气变化遮大，今年蛤蟆真歹收，就算讲市民介绍起，伊嘛无货通好交，甚至有养殖户讲，今年收了比较旧年10分，都较无1分咧。养殖户各摆仔出海收蛤蟆，刷咧细细咧分大细。因应中秋连续假期即要到，民众航班时阵定定伊买海产，无互蚵仔、蛤蟆和白虾需求量变悬。但是这3项水产的重要产地家己关，煞因为天气变化大，地区蛤蟆大量减少，甚至讲有养殖户讲今年只敢若剩1成的量，阁有真侪拢只是空壳尔尔。今年上严重的啦，10成死剩到1成尔啦，鱼都无肉了，就剩壳尔。文革基本上过去拢是每年的农历的3月、6月到9月季节转换的时阵死亡率比较高。那最近大概咱的这个文革养殖业者他们说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慢慢被打破了哈。你们今麦这个极端气候讲起来收成收较无哈。县府表示，过去差不多旧历的3月、6月这个季节，蛤蟆较容易死亡，但是今年拢乱去，嘛互养殖户毋知要安怎，所以就算航班的大月已经到介绍起悬，养殖户嘛无会通交。我们也会办理相关的这个技术讲座包括引进相关的专家学者来跟我们指导有关在水质管理的部分如何做好管控。县府表示，对蛤蟆有生率低的情形，会找专家甲养殖户座谈，互因专业建议。若是蛤蟆大量减少的部分，目前县政府掌握到的情形，并无养殖户所讲的遐尔凄惨。介绍是预估到中秋过后就会豆豆回稳。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道讲，新德县的花山乡山内一片空地3月就去风拼300外卡桶内底拢全会加会就迄款化学的污水。新德县政府虽然有先动用预备金，请人将这个桶清讨角，过来才要查明讲是啥物厂商才恶质，通好罚金甲罚办。毋过环保团体是讲，当要定一条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才是挽过秋藤，解决这种问题上根本的办法。面头前这个废油桶，就是今年3月才发现，互人挑工等伫新德县深山内的事业废弃物，现场341桶遮多。经过相关单位的检验，确定内底拢有重金属的成分。在地民众是有影烦恼，县府经过考虑，按算年底进前，就要甲全部拢清掉。我们希望在年底以前可以把现场的一个弃置的东西做一个移除。那当然，另外现场东西移除之后，我们看现场，假如还有一些现地一些土壤或什么东西有受到影响的，那我们这一并在清理完之后，也会做一个妥当的一个善后。环保团体认为，虽然县府已经决定要把有毒的废弃物拢清掉，不过自3月发生到今已经拖半年，佮加上招标，即马就佮爱拖到年底。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土地恐惊早就污染去。当然是觉得会拖太长，因为这个是马上就会危及到周边的土地甚至是连带那一带会使用到水源的一些部分那县政府应该要尽力盘查出来原本的生产者是谁，以及他上游的生产者是谁。在整治结束之后，他应该要请这些厂商归还第二预备金，而不应该使用全民的这个费用来去整治。也若新德县府强调，因会赶紧来处理。另外，也继续追查这废油桶的源头，
绝对会追究厂商违法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导游协会顶日啊向交通部陈情，讲全台湾有3万几个讲华语的导游，即卖因为中国来台湾佚佗的人客少，变做无团通好带，东北岛就要下起来。望讲将这导游会当列入国民旅游秋天、冬天这2季补助的范围，互咱国民家己出去旅游的时阵聘请华语的导游，帮助因生活好过，渡过难关。台北市国父纪念馆过去一向拢是中国客一定爱去的所在，这片广场更加是翕相的热点，因为会当完整翕到101大楼。过去人不遐济，来来去去，即马广场规个拢空的。规早起只敢一团来自各地的旅客，带团的导游就讲，第一线的导游都连要转嫁拢有困难。确实是我们很多导游都没有工作做。这个要靠这个来养家糊口的导游呢，根本就这人家里养不起啊！说实在，那现在团又少。人数又少，来台湾的又少，就最近我们来的团，你看到国父纪念馆就我这个团而已，没有团了。目前全台湾总共有4万多名通过考试的合格导游，其中华语导游就有32587个人，占所有导游将近8成。受到中国客禁令的影响，以台北来讲，初步估计，逐天敢若剩10多名导游有团通带。导游协会前几天甲交通部陈情，希望将华语导游业纳入扩大秋冬国民旅游奖励计划，希望互各旅团聘用合格导游，互导游补助。对这点，交通部是表示已经伫咧研议，但是要安怎补助和补助金额是还未定案。旅游业者是建议，对观光救急和治本应该要做伙做。在救急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应该要如何解决救穷的问题？就治本的问题啊，接轨未来的市场应该到底要如何做？其实我们并没有有效的在这2件事情，正常来讲应该要同时间端出来。业者建议，旅行的形态一直在改变，自由行和特色住宿拢属于创新的部分。建议政府伫咧补助传统旅游业的时阵，应该要同时进行教育训练，让业者会当转型，才会当提升整体旅游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踮伫咧高雄举办的大港开唱音乐节，到今已经第11届。不过昨暗，大港开唱的主办单位却临时宣布讲，顶日因送件申请明年的活动，确实都有知觉到今年高雄市政府那像是真无支持，所以明年因无要搁办咯。不过高雄市文化局嘛有出面说清讲，会尽量甲主办单位搁敲切，看会当继续办未。真侪乐团伫高雄港边轮流表演，今年3月份才打办煞第11届大港开唱，是高雄上大的音乐活动。不过主办单位11暗时向伫人民册公告，最近受到真大的压力，因为市政府一直调资料是正忝头。第二回嘛去用批评，感受袂到市政府支持，决定明年开始停办。明年开始我们就没有海音中心的软体计划的补助嘛？那明年大港开唱，就是不是因为没有这笔补助？而没有办法持续办理，这点是我觉得要去质疑的。应该站在高雄整体音乐的盛事来做考量，而不是因为政党不同，因为可能议员的监督质询，就让这么重要的音乐盛典就此消失。第一届大港开唱是伫2006年开始办，2010开始接受政府的补助，规限捌第2回之日，主办厂商提补助，虽免公开招标。政府先嘛因为安尼来调查效务，可能是主办单位讲到的压力太悬，不过嘛认为市政府已经无支持这项活动，不离个厂商无出面来说明，文化局讲这个讲法对因无公平。面对民代跟外界的质疑，那循内部的系统要求相关单位来提供资料来供查询，这也是循往例惯例规定办理啊，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单位，而且市府的政风单位，它也不可能去对民间的公司来进行查账。文化局强调讲，今年大港开唱，佮摕到800万的补助，市政府一直伫场地等等的方面提供协助。目前还搁伫研议，敢是要甲厂商沟通继续来办。台南市长吴伟铁听到消息是表示讲，欢迎大港开唱来台南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一间实物的银行，就是讲咱若食袂起的物件，捐出去，捐互有需要的人，提起迄款所在。啊，这伫咧嘉义今日开幕。结合实地关怀捐据点，或者有需要的人，也是要捐的人，拢方便提去到位。尤其个老大人来担当店员，嘛增加大家互动的往来。
生活物资伫货架顶悬放甲地点，要互弱势民众家己来拣有需要的物件。台南市第一间食物银行12伫台南嘉里开幕，每礼拜拜一、拜三、拜五拢会当来换生活物资。甲过去逐个月固定发民生物资无相像，互弱势民众会当照个人的需求来拣适合的物件。那民众呢，他就可以因为社工员来评估他的点数，然后呢，他就可以到这个现场去选购他需要的物品，可以让我们的弱势民众，可以好好的利用。除了改变过去大家人固定配偌济制度，这道特别结合实地照顾关怀据点，训练老大人做是10个点员，照大家人的程度做无共款的工课。这个人刚刚大帽黑瓜哦，对。所以一方面对于我们年长者他们来当店长有一个小收入，一方面对于食物银行的运作可以更平顺，一方面让这些物资都能找到需要他们的人。台南市社会局表示，除了嘉里分行，今年底进前嘛伫中西区开第2位、甲第3位的新营实体店面，要互弱势族群有更较完善的社会福利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做农的少年人引进科技智慧的农业，用无人的飞机伫咧除农药，比较人工咧除，提高3倍速度。慢慢烦恼讲农业真正真欠工呢。不过，这当阵无人飞机应用愈来愈普遍，法律嘛规定，自明年3月30日开始，就算农用的无人飞机嘛爱考操作证，才会当落去使用。无人机升空，伫咧乌道田内面转农药啊！桃园青龙推动科技智慧农业，引进无人食补机，毋若比传统人工的转药啊，一个人转，一个人有讲，搁爱一个人顾家己的方式，提高3倍效率，嘛克服农业欠工、人力不足的问题。把我们要飞的范围把它设定起来，然后它就会自己去智能规划这个航线，然后它就会自己去执行喷药这个动作。它一天面积应该少说7甲没有问题。对啊，我们就是减少跟农药药剂的接触。作业完成，喷洒开启。对无人机应用愈来愈普遍，民航局修订民用航空法，制定遥控无人机专章，明年3月30日实施。农用无人机嘛必须爱考调操作证才会当使用。另外，大专的部分，佫必须爱摕到农委会有毒素所协管的技术证。尔后要施作的部分，他必须是法人代表。那他以后要做这个工作的部分，他就是需要有这些执照，否则就会有相关的这个裁罚这样子。目前桃园的路道、大园和观音等所在的青龙大警队，拢引入科技设备协助农业种植，嘛成立机械大警协会，不断用科技来提升技术和企业化管理，节省人力、降低成本，嘛扩大效能。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便来到新历10月，水较摕济开。东北风一日头，落水溪溪床顶，就正高起营业。空气内底细粒营养粒仔加真高，风尾这边的人咧喘气，有影就加真食力。云林县政府这当阵已经有甲中央争取好势，头一步是要针对麦寮、仑背、利润这3乡镇22间学校换到新的抽风系统，望讲会当改善学生囡仔读册的环境。拍开新风换气系统，要将教室外的空气经过过滤，搁送到教室，就是要提供学生有好的学习环境。因云林落水溪沿海学校，每年10月份到隔年的4月份期间，因为枯水期东北季风造成用停，经文管府积极向行政院争取，目前第一阶段的新风换气系统已经正式完成。可以把空气不好的空气都过滤掉，让我们呼吸到比较好的新鲜空气。当我们的 PM 2.5达到，例如说比较危险的红色或者是紫色的指标的时候呢，它也可以自动的启动，好让把外面的空气抽进来之后过滤掉。文管府表示，过去学校在空污期时会来挂空污机，提醒学生表面底气外活动。现在来新增新风换气系统，目的就是希望学生会当有更好的上课环境。表面用电所产生的悬浮微粒进入教室，对学生造成影响。这个浊水溪沿岸，以目前来讲，第一阶段的话是3个乡镇市，就是我们的麦寮、二仑、仑背。那目前有22所学校，总共有220间这个教室。
温管府表示，新风换气系统会当监测空气品质，服用定向二氧化碳的数据会当及时掌握。目前未了轮备理论3项定的公立学校已经设定完成。第2阶段，管府希望向中央搁争取沿环学校，包括西里镇启东乡的学校，买单全面来增设。记者为您报道。讲落水溪，水落水溪，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解文水字，较早落水溪，自本是有分西里溪、虎尾溪甲东里溪。东里这边就是彰化、梨林这方面。啊，用早吼，咱讲西里啦、虎尾啦，遮拢拳头收呢。台湾的俗语话讲，拳头若要好，在本岛。有一句俗语讲吼，你有才调过西里桥，啊无才调，互你过虎尾溪啦。这就是用早民间的流传西里即坎的故事。有影，人讲拳头若要好，就爱来西里讨。西里地骁勇善战，在庄为着要保护家己的乡土，确实流露真济英雄的故事。毋过总是时势咧变迁，拳头练到一身躯，来甲讲外族统治，日本人来侵犯的时阵，即当阵就民间的四句联，伫咧念讲西里虎尾，大家抗日的过程。啊有影讲分林西里虎尾遮抗日义勇军留落真济传奇。国政今仔日煞来要甲你讲，就是念歌的歌仔先吴天乐先生，伊捌留一部日本时代台湾人民生活的历史，内底四句联安怎样讲？正就是咧讲拳头上介好，就爱来西里讨，这也英勇的传奇。大声有一拍讲，台湾反抗的非常多，上济就虎尾甲西里，日本兵来到西里大溪底，见到的袂输着人济。你甲听看卖。当然啦，国政头起先咧听这条四句联的时阵，心内嘛想讲，当然个人庄头，个人好运，无定是天老爸咧拼讲吼，阮虎尾，阮西里，英国伫咧抗日，真正杀甲火晒晒。这无定天老爸讲因家己庄头的代志尔，无定高雄嘛讲高雄台上忝，台南嘛讲台南人上勇，毋过认真甲研究过。有影英早人讲，有才调互你过西里桥，无才调互你过虎尾溪，迄真正有历史背景啦。头拄啊四句联讲，日本兵来到西里大溪底，见到的袂输着人济。即句着济，就是咱即马新闻中间常常咧甲你报，讲加济就是叫做禽流感。迄人若着济规个倒规片，日本兵无才调过虎尾溪呢。过来第2拍歌词，四句联讲。你若年轻甲看都袂清楚，规条溪岸袅袅扫，探子走来直要报，讲骑马全拢派长刀，这就是真济要保护家己乡内，要保护家己庄头，才义勇军。大先有人骑头前直咧探讲日本兵来，结果骑马全拢派长刀啦。庄头的高人、头人，西里总理就传命令，传安怎样？传讲招人要拍日本兵，清朝民间专有称，好胆的人拼做情。这是一夜日本人来到台湾介管统治的历史，也是咱台湾念歌真出名的吴天乐天老爸传落来真好听的四句联。咱分林讲完，换来讲南投仁爱乡隔壁南投的武界坝，这是投票头一名，全台湾上界水的水库。即当阵，有人将台电甲原住民的特色两方面结合起来，做出新的建设咯，要互观光，要互欣赏。虽然目前行较高的人客是敢若会当行步道欣赏四周围的景致，毋过台电公司原来有计划讲，要培养在地乡亲来斗介绍、斗导览，互更较侪旅客会当深入了解武界坝精彩又阁丰富的历史。美丽山配那是个水。这是全台湾票选上水水库第1名的武界坝。武界坝的功能是把落水溪水引入去日月潭，这除了是重要的水利发展设施，也是咱岛人爱重要的观光景点。最近，武界用高压电塔所用的废压原料，设置新的观光导览意向。还蛮有
意向的，因为它是用台电的废材去做在地部落的指标，所以我觉得结合起来是还蛮有特别的味道。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绘制这个导览图，来增加游客来能够对这边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说他们的路线该怎么走。这摆重新设计导览系统为观光加分，部落相当的肯定。不过，目前游客敢来在伫步道边啊来欣赏水库的风景。部落望台电当开放武界坝，让游客来参观。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导览以及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那让游客都能够进入我们台电的一个设施因为那边的设施是非常的漂亮我们首先会先开放用申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人来导览然后我们再培养在地的人做导览员，在地的导览员来导览这样的话才可以避开危险区域。这座1934年完工的水坝，往日月潭的引水工程有15公里，内底有8座泵坑，占13公里。迄当阵是世界级长的泵坑，这座重要的水利发电设施，未来渐渐啊开放，相信会当吸引更加侪民众来认捌这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秋咧烘肉，真侪人拢会烘一款香鱼。即摆讲做香鱼，实在较早古早台湾人讲做国姓鱼，后人讲做结鱼。南投信义乡潭南部落，因为风台地冻。资本家有咧饲结鱼，饲这款国姓鱼，20冬唔捌人饲啊，去年佫开始恢复。业者讲，这带溪水的水质真清气，气温佫有够拄好的，饲出来的国姓鱼品质第一赞。一个山里的养殖场饲出来阿油，无人讲是结鱼，又佫肥又佫水。这是南投信义潭南部落，这是阿油的历史比双龙部落佫较早。不过受到天灾影响，潭南部落的阿油产业断尾20年。去年才有人投入复兴。包括我们潭南就有1、2、3、4，有5个在养。那地利那边也有一个，双龙有2个。在民国几年的时候？84年左右的时候了。那后来延续经过921大地震啦。豪之台风就受损得蛮严重。阿油对水质、水温、水量拢有一定的要求。业者看好潭南地下水站所流出来的伏流水，天然无污染，是饲阿油上好的所在。因为它的特殊的生理需求，所以需要的是甲含咱国可以换这正正可能伊需要温度会较偏较低一点嘛，所以爱一个阴凉的所在嘛。当然，我们玉仑溪的水质这么好，当然希望更多的人来投入这个养殖的行列啊，因为毕竟现在的海水的那个资源，包括重金属、包括塑胶为例的一些污染。水质所专家指出，阿油市场通路济，绩效袂歹。伊嘛提起讲，阿油有够感染到的疫病，若是有养殖相关的问题，会当找水质所也是管府的防治所来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嘛有报道讲，南投县这站去予油性琉璃虾这款细只狗虾损害甲真忝，连一寡学校内底嘛烧甲满是。国姓乡的北门国中内面有3学生囡仔。含学校的老师，敢若用烘碗机甲煮菜的鼎，就有法度培养出一款菌，拖出去将这个狗虾消灭掉。因已经摕到全国学生科学展览第1名，明年要搁去参加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无怪人讲有影草仔机会加多人。这狗虾是满世界，伫咧学校的壁边，也搁有树仔顶，拢看会到因的形影。南投最近出现这种号做细只乌狗虾，又搁被叫做油性琉璃虾的虫害。国姓乡北门国中的学生，接到长期对野外环境的观察，家己运用生物科技防治法来消灭这个狗虾。因为一般的农药都是对人体、对环境都有危害的，我们想要找出天然的方式，然后又可以杀死蚂蚁。我们这种重生真菌可以让蚂蚁交叉感染，而且可以达到降蚁群的效果。伊重新搁在制作真菌的方式除下，需要真侪真菌的设备，不过学校的资源有限，老师想来想去，总算想出一个好办法。高压蒸汽锅当做实验室的主培养基的器材，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去想办法生出了一个
烘碗机当做10几万的无菌操作台，用日常生活的器具代替专业的仪器。北美国中的学生成功消灭游戏流离下，而且佮连续5年摕到全县市科学展览的第1名。明年2月份会参加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分享防治虫害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18当前，美国9月10日，飞龙机动大楼恐怖的攻击。今仔日，美国总统川普签一道行政命令，表明讲要积极抓恐怖分子，嘛要严格制裁有咧甲恐怖分子往来遐个金融机关。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伫白宫举行对峙会，仪式简单又隆重。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挟持4架飞机做武器，将2架弄到纽约世贸大楼，和北塔甲南塔拢放起。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嘛去飞机弄到，毁损真严重。川普 CEO 嘛去五角大厦参加纪念活动，伊嘛发表演说。18 years ago, the terrorists struck this citadel of power and American strength. But the enemy soon learned that they could not weaken the spirit of our people. In times of distress,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patriot only grows stronger and more determined.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 attack, the world witnessed the awesome power of American defiance. 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同款举行对峙会，有人炸花，有人炸亲人相片，纪念迄天过往的亲人甲朋友。It's tough. It never healed. It's 18 years later, and my heart is still broken. But I come down here so we could never forget. 副总统彭斯在迄当时另外一个飞机落落的地点。宾州的桑克斯威尔士湖军发表演说，第4架飞机自本是要往北京，飞机顶头乘客甲歹徒相拍，最后摔伫遮，全部人员拢罹难。As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I say from my heart, I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I and many othe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ere able to go home that day and hug our families because of the courage and selflessness of your families. The heroes of Flight 93. 川普各地车站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扩大行政单位打击恐怖分子，处罚甲因进行交易的金融机关。记者综合报道。泰国近来有新政策，粉壳啊，无论什么牌子，拢爱用同一款的包装，顶头阁有印“食粉损害健康”这款提醒的相片。这也是亚洲头一个针对粉采用统一包装的国家。反对食粉的团体认定讲，拍算定着这款政策效果是会袂歹。这个低粉的客啊，有超过8成以上的面积拢有打健康警示图案，也佮标示统一规格的品牌名，也佮生产地。消费者手头这个低粉的客啊，唔难买，也佮真惊人。这就是泰国即阵所有合格粉制品的标准模样。官方希望亲像安尼完全无广告效果的新包装，会使可劝人紧甲粉改掉，而且也互少年人莫有食粉的想法。The objective of this plain packaging is to make the packs less attractive, okay, as well as make the smoker more aware of the warning. 泰国食粉的人口有超过1100万人，差不多5个成年人就有1个人有食粉的习惯。以查甫人来讲，年岁差不多伫咧35岁到54岁，有一半的人拢会食粉。另外，伫咧13岁到17岁的未成年，也有1/6的人会食粉，因为粉的来源唔那是包装粉，也佮有粗俗的线装粉。130 baht, okay, it's almost 100 baht. It's taxed. But the problem in Thailand is that the loose tobacco, candle tobacco, the tax is still quite cheap. Yeah. 泰国当局规定，业者必须爱伫咧12月初之前，甲旧的粉客啊包装换做是新的，若无照做，恐惊会去罚4万泰铢。除了泰国是亚洲头一个安尼做以外，澳洲、英国、法国等等10外个国家，最近也拢小连续甲粉客啊包装变装化。估计明年7月份，新加坡也会对咧做。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北部30度到36度，中部29度到35度，南部29度到34度，东部29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